昂扬一切诸善法。金刚经讲义结要净空法师1995年4月28日于加州。金刚经讲义结要卷1，金刚经讲义结要卷2，金刚经讲义结要卷，金刚经讲义结要卷4，金刚经讲义结要卷5，金刚经讲义结要卷1，净空要一大乘以自度度他为本，自度度他以六度为本，六度以二盘惹是无量义，性体空寂，我法具浅，人执净空，得无所得，生之诸法原生，未见本性转，迷而不觉。佛之原生性空，有即非有，当体即空，觉而不迷。三因迷而成六道，因悟而有三乘。四本金刚要遣除妄想执着，念佛静心之书要，妄分心能变境界，使法界一正庄严，无始无迷我执烦恼障业见，实为爱根，执着或法执所知障苦爱根不除，定五盘惹是自性本具正智无上正等正觉照见事实真相，以佛知见。六老实念佛，则能一心不乱，入世间一切染缘攀缘不息，何能老实？经题一金刚，悟于经中之经，最坚最利，能坏一切物，切物不能坏。又金刚宝光于能照数十里，欲盘惹正智，能烦恼重障，彻见一切凡情妄相，照破无余。二亦谓知正立佛见体曰觉性，又于实相盘惹，就作用曰正智，即观照盘惹，体用一如，觉照一体，故皆于盘惹。佛为一，开示大乘，使令悟入者，于文字盘惹，三波罗蜜，亦谓彼岸道。所谓离生死死岸，度烦恼中流。又有多义自犯，亦谓不生不灭。所谓本自不生，今亦不灭。又翻圆寂，五因见思烦恼，而有分断生死。因尘沙无而有变异生死。六大制度论云，有无二见，皆是二执俱空，使达彼岸。七六度中，不知若不舍，则不离此界。众生不肯舍，无关照正智八盘惹波罗蜜，因为于圆满之观会，果位得盘惹即是波九位于果位欲如来法身，金刚不坏身也。今具观摄常法四义，常得三世独义，法得十界同尊。境义，修行成佛之路径，显体一切大乘经，实相佛四
19年所说，无非宇宙人生真相而已。二智者大师矣。若见诸香非香，即见如来。为精体，以气体。三是非，此中非字，是一切俱非。空有双义双非之诸相俱非，非义独立。诸法实相，本来如是，真实无以愚之，强于实相耳。四离即不取之意，不取无一之，强于曰生。五文字全此实相，观照观此实相，实相盘热，则圆满显现，到彼岸矣。六本经盘然热当者，以其能离一切诸相，除我见，断烦恼，实相于中一中者修也。今义之主体虽现，非修莫正，以如悟心无众经交，谓之冬夏。一文字起观正实相者，谓之交下。此佛家自称宗教也。可大以实相之会，修无相之谈，为本以离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为本经一体起修中修。二字全经关门行门，尽在其中。六大制度论云：盘惹要旨，在离一切法，即一切法。七经云：离业诸相，则于诸佛。又云：以无我人众受修一法。阿菩提者，实相盘惹也。离一切相修一切善，观照盘惹也。因观照而正实相，便用依于中，谓之修，便用是变果得之正，而显体是显因果之目的。二佛言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觉，但以妄想执着所障，不能证得。妄想分别心执着我法二执事。三体性论云：以不达一体而有无余，不达即不觉，无余即妄想执着。四此经大用，能开众生究竟圆满之智慧。此智为一切众生具众生性，五性具智开，不觉者觉，无余者余，便是通达一真法界，便是从根本上破障断惑。六当知发大慈悲，便是开此智。依教发心，分别心以容我见，故菩提心灭度所有众生入无余灭，而使无众生得灭全经。不外发挥此意，并望其为菩提心，直令向一六生。七以不觉识法界同一体性，
妄想分别，起人我，遂生三毒，造罪受苦，轮回六道，越迷越众生越报，以复世障缘，迭起还生，欲修不得，修亦难成，故忏悔业障，即观紧要。八经云：端真忏重罪路，慧日能消除，持余念佛，暗合道妙，即是行深盘热，无意念持香，是故能灭重罪，能双持香之慧，从大悲生，以大悲广修六度，得无量福。持精体未生持香，修东未离一切相，无一切离观空，修慧也，修善不住空也，修福也，是真忏悔，能灭重罪定业，内外障缘，一体消尽，能于去尽其逆，尽能受持，为人解说，即为荷担如来事业，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乃至灭罪生福，当得菩持法，一宗垂一障有三：一、惑障，见思烦恼事，除得成盘惹得；二、业障，一切罪业事，解脱；三、障，六道苦报身事，除得成法身得，将助举破我灭罪成就如来，为本经之大用，判教依诸佛出世，教化众地对基生根性，各个不同，障有浅深厚薄故，时机因时施教，如五时说，先浅后深，先巧后引人入圣也。二古得判教，一代方便学人，使对一代实教，纲领条目，浅深次第，一目了然，以寻后寻足配近末别经教者有18家，堂后大众共一者，为天台贤首2家，天台判位旁通别圆4教，贤首则判位小始终顿自天台判此经未通别间圆，贤首则判属始教，不判本经未尽心具名，遮罩同时，会彻三空，公圆万堂，至圆极顿之大教，一人姚秦三藏法师摩四能秦三称三王梁401年实施至长安，经修正之见学问，二三藏律论修正行持品德，三法安能弘扬佛法者，称为法师。
三藏皆通，则称四鸠摩罗什。梵语音译，意为同寿。七位初日诵00博宗室出世法。西元401年至长安，姚兴代以国师之力，在西云阁语义学800人讲学，易经论9839。法师乃七佛以来为易经师，以悟达为先，得佛一记之意。六义义犯为华语也。须法师是此经大旨一理多业。二无助，成就盘惹，破诸惑。三无法，成就法身，脱诸苦。四破三心，除四相。心之破处即是显处，是同时，是一时。金刚经讲义节要卷2净空学一正信续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舍为国数给与200安判一切诸经为续正宗流通3分。此说出去，闻者多疑。复纠正于东来梵德，乃知西土亦如是分科，符成为定则。二本经续分，自如是我闻夫作而作。十长老须菩提示于法相，流通分。须菩提，已满无量阿僧世界七宝，持用布施信受奉行。是天250人俱一段，是正信续。四凡劫及一经俱6元，乃克成就。一信，二闻，四处，六众。此一段经文，6元具足，五不亦未如，无非曰是。华严经云：信为道源功德母，常一切诸善法。六看经文法，贵在如实会得其意，消融归我自性，则受用无穷。譬如生佛本具性体，真实之际如如不动，是开化显示当下即是八我及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常乐我净知我空间障碍。文反文文字性也。九一时之经，不离当念。三即心不可得，破时间障碍也。11舍卫国，即照圆融，自性圆具之风德也。12数，战胜五阴魔障，少龙佛众，则是自性之普爱子生得灵也。13给孤独园，昔日离家远走，今返承受家业，依于诸不劳而获，即性德也。14大比丘，大智大悲大愿，比丘为远离尘垢，重视礼200圆满。
即十信十住十行十相四加行十个等觉是也。16此节经文所表，为如如不动之本性，当下即是。果破障反闻，则自性佛现，而心大悲大愿，远离尘垢理，是和圆满诸菩萨之修德，而与世尊心相应，光相照，则见此去境相为非相而见如来矣。一部经文说外学于一是一切境皆如是体会得，则动静一如，无往而不是矣。二发起去耳时世尊时的一持钵，入舍为大成时，于其城中次第其意，还至本处，犯持器，说作而作，依出家本为度众，欲度众生，须先断惑，断惑必须苦行，使人见之，道心增长，渐减，直之有益于也大。二将居士以为，欲佛法大兴，非行起直至不可，但须信心者多，然后能行耳。三还至本处，说作行光，须体会得，而落实到自家日常生活中。四此经发起于日用寻常之事，是说明佛法全是教人觉不迷正不善美圆满的生活。佛就在生活中，如此示现，是故善现见之，开口便叹息有，即曰善护念不主，即是大悲大愿之无见也。五起时奔走同凡夫，我相我相，不说一字，显示无法相。三空理章，谓之善付主，是乃身教也。六四摄同事，以身作则为样，之法修，即在寻常日用间，离显三空，观容二谛，此之谓稀有。八佛法及家常茶饭，一日不可离也。凡夫奔走尘劳无他，欲令众生回光返照耳。生会是众幸福美满之生活，如是就是双缘，勤习贪厌，立志断心，动静一如，无往不是。时道在善巧利用其环境，则无时无处不是道场之一。定知慧无界定，乃狂慧，非正慧。12学人能向一时起居尘劳边断变，便是降伏妄心最好方法。随缘，不迷不烦，应是有条不紊及持戒，清净自在即定慧。故经云：一切法皆是佛法，离相发心，降伏之道，集中言。五
是法身。这就是叫人要即幻有，见真空，非断灭相。古德云：但勿逐妄，何须求真与不即不离之意。14盘惹妙法，任运有所现事，相上自在流出，无法相也。以不言之交，护念复主以好心，亦相也。为时观照，则得真实受用。三正宗分当机理情理赞句，以使长老须菩提，在大众中即同坐起，天坛右阶地一境下，是于法相179节，是此经正宗分24义身，是大彻大悟时，一眼破时，废天一时也。亦即始觉之时，非时机成熟不可说也。约必时节因缘成熟，方能凑合。佛说法教人，亦如是称赞。稀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菩萨。一稀有4义。一实稀有，人身难得安逸，处是稀有。此稀有正指盘惹波罗蜜言。二世尊是总号，称呼时用之，称佛则表果德，称如来则表性。三世尊入成海源，如不动，密是助心，以作德是加护意念。40气念作，一念不生，密是降心，令众取法，正是复尊主。动静之间，以身报于时菩萨。真所谓善，须菩提今日始看出而叹谓稀有也。吾请法世尊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发阿波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降伏其心？一大论云从因至果，有5种菩提。二问亦有3。一凡为菩萨，须发菩提心。问初发心，不能如佛之随缘安住，故复问住。3又以妄心竖起，不能似佛之自然降伏，故再问身心能修大行而得大果。四善财美欲善有皆云：我以先发阿波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而谓之云何学菩萨行。修菩是之发大心者，必修大行，助降正修行之首处。吾然此二问，实在相资，以决心助降，心降则决心不住而助也。六如来赞取赞应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主，善哉阿大。二
散现所见。世尊欲令众生于其的依此波去来动静日用平常生活中，领取护念佛主之意，吸取书听标宗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，善女人，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地。真实正确，不共高，不卑下，须受而看经文法，必须开一切知见，以一心对应。不是克止上文善护念善佛主二句，有现前指点，当下即失意。四佛之示现，是无我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，真诚慈悲，放下随缘，都在穿衣吃饭上显示无疑。以此体会得，念佛必定见佛，八气直请相为然。世尊，愿乐一为是诸将之理，彻底于然如来护念佛尚未见，故待为其请。二愿乐欲闻四字，后真于言。亦甚深广，应知三人人本具如不动之自如于地上，是妄心生灭不停，故学者应在文字上用功，反文字性，时时照时时闻，则见诸法实相，究竟谈是无。注以生信，标示佛告须菩提：诸菩萨摩诃萨，应如是降伏其心。依佛告句，甚为紧要，不可忽略。诸菩萨句，只发大心之善男女言；二发心要发德缘，如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。又知虽上成，而实无所成，实无所化，乃是无所成而上成，无所化而下化，则得究竟，体用圆满，而称为大菩萨矣。三如念佛法门，是至上妙心只知自了，则对上乘法，竟成为小乘矣。所以只能往生下品，甚且并下品亦不够，岂不上复佛下上大法之所以然也。是学佛不能不开智慧，四降伏其心，是令妄想不起，使不觉者觉，出发心人，降伏。但求希望，莫更密真，即是此意。吾不但出发心，实得自始至终，一直有降伏之功，乃至成佛。不住生死，不住灭，除降伏外，别无进修方法。于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想于灭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
生得灭度者，一缘何现生？缘散即灭，当体即空，了无所得。就性焉得不生？今亦无灭，二妄尽晴空，业时即转，生灭殊灭之源于性海，谓之入无余灭，为究竟觉果之称。三入无余灭者无他，灭时色欲之生灭心，遍度生死海之彼云。又云：凡事有心，定当作佛。又云：有性无性，其成佛道。佛性虽众生本具，而不重要原生。五学性宗者，往往直性而内重，如直性废学宗者，又往往直重而内性，皆不于经旨之过也。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观照无生无得之理，乃真实无，非假我观。原生四大五蕴之假合，当体即空。二同体，相虽别而体同，依法界也。三本无安有念。四无念，若无有念，则众生无，得亦无。五平等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众生。七总之，性真实，相虚妄，正真实性，于一切境界，不着相而归命。八观照纯熟，当体即空，体念则有，若无无，故知本来平等。九真心妄心，本来同体，则成妄。心开念息，则全妄即真。所谓除妄，实可除；所谓降伏，乃善巧转移，大而化之耳，便能广度心纯。不也，勤直消民矣。11发广度心，大悲也；观止无理，大智也。悲智具足，福慧双修，12智坚强，勿生怯弱，看破放下，求生净土，以此现由妄而曰安住如之真，即此一念，依然是妄想。经云：因于照生所，所立照性亡。又曰：是无余本，所以古德云：但求希望，更秘尽。别经狂歇即菩提，14度尽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如此大慈大悲，则贪二毒除矣。又虽度生，实无所度，有也；虽无所度，度之不息，度者空也。具吃毒亦除矣。
凡夫我见众，三毒身，根是是其根解决诸病自然易除。16大心行人，既不能无所缘境而着空，这空则无从起修，又不能取着于境而着有，这六道要在不这两边，合乎中道，如此立志断心大修行入手处。17十原是自性所变现，分别变成为实，名之曰妄。若用以降伏分别我执，即是引归正道，名曰正智。若用以念佛求生净土，即是上正等正觉。18净土法门，下手便是转识成智，便是降伏，便是观照盘惹正智，便是即念离念。这19念佛人要发大心，普愿法界众生以此正念，于法界广度寒灵。若能融会得照理，还有不加紧念佛的，还怕念佛不得力，要紧的将人者相依胡我分别，乃凡夫通病，岂是菩萨？二我相因我见生，我见因我相现，一表一，从来不离，破我相即是，自相我相，发心为一切众生，即降伏我相，皆度之成佛，即降伏人相。心中不起如何能度尽之念，即降伏受者相，生得即相。自发无上心者，要行菩萨行、普贤行，一切佛法，说到修持上，总不外观照，五或云是观，与不知极观。若妄想分歧，散心念佛，不得受用，必须口念佛号，心想弥陀。如在目前，如此念佛，则比观是一根。净宗心想佛，口念佛，手持珠，都是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实为最上乘之妙法也。六观即照助照即照住，此时许多妄念暂时停止，本有光明，自然发露，此即智慧。照见，指功夫修成如心经之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是也。观照虚观无人，所谓一读十大经典，受持即观照也。八众生之大病根，即是心量狭小，因狭小，即指我，故佛教人将放大，潜移默化，大而化之，即是除我见，去凡妙法，凡去他
皆空，又众生同体，如此观照，则不知不觉，我执自然化去。此乃消归自性之善巧方法。11无不六道一之最善巧，无过于念佛求生净土。11化除我见，即转第70为平等性质，不起分别，即转第60为妙观察智。此二即转，则58亦随转为成所作是大圆经。修行要再转实成智。12佛法看似广大无边，实则亲，看似高深，本是平实。12于无住，于相即是于无住，目标是复次。须菩提，菩萨于法，应无所住，施该一切法，佛法要行不要住，应当无所住而行一切法。二前发大愿，此起大行，愿与行不能相离，有行必因菩萨行六度，不外界定慧三学，对治贪痴三毒病根，四不施有财法无畏三类，是对治无治根本之天贪毒害。无佛之机是，有只作二类，只持及诸恶莫作持，及众善奉行，戒杀多智，戒道多智贪，戒施戒妄语亦多智贪痴，戒酒则智贪痴三毒是也。最初持戒，重在是时毒犯，若为菩萨，则动念即不忍辱安忍顺受之意，安心顺受也。辱而能忍，则无事能忍。若闻佛法，遵照实行，不怀疑不夹杂，为生本之理，无人能于能实行，为无生法。对智慧，其精进，经有精细精密二义，进步而进步借待八禅定，是即心一处，久后得定，得定即称三昧，对治散乱昏沈调起，九盘热，是性的正治，不同是智变通，对治愚痴，能破无余毒害行一切法之功夫，能度着香，即是盘热。佛法对一切如何修一切法而着香者，亦不能度众生。修一切法，并从何修起？则先行布施，布施为四摄法之首。谢佛法，佛法自始至终，不外一舍舍，即放下推之，持戒舍贪吃，忍辱舍慧，精进舍懈怠昏沈调起，禅定舍散乱昏沈，盘惹舍边执。12如听经，舍
世间娱乐而来学佛。天人舍即生色界，舍色界即生无色界，舍我执即证阿罗汉，执即为菩萨，舍娑婆即生极乐净土，并舍亦舍即成佛。由此可知，要一面行去，一面不放在心，即两处世待人接物，必然公而无私，国而忘家。可知包括一切13只是所谓不住甩不施不生等6摄尽一切法，尘有众多，亦有染污意，亦有沾惹，即为所污。2不住，即不执着，一无所住。方3财师及前5尘，法师及法尘，皆是原生之法体即空，又何必住？14结成须菩提，菩萨应如不住。依华严分舍为多种，最后说究须心中些微度着，不落2边，方为究竟无所中。一度非法学佛者，6尘故不可住，然若断灭，即不能度众生。众生正住6尘境界，故应从此处度之。3修日不住，下手又不能灭尽，如念佛观想佛像，色妙生净也，莲花香洁香净也，梵心行未净也，但受诸恶处净也，意念弥陀净也。故须认绝非断灭，断灭即空，亦即非法。不知摄一切法相，亦摄非法相。4修行不得受用，并一不得恶要。2道理不明，离修说性得宽，离性而修得盲尽。5发大愿行大行，方能入佛门。言云降伏即发大愿，此云行于不知即行大行，必行于不知，方是大行。6能不执着即大事，行之即非行无不道，方是菩萨摩诃萨。7发心要广大，大不能化我见，修行则要细密，先观一切众生是原本即自己知众而前移之，方能修行。修行先除病根，捉行意也。8依照佛说去行，心中却亦无其事，方是不住法相。心中虽无其事，依旧精进去行，方是不住非法相。9境与心，法与非法，对待之见未忘，尚未能，故法该分别心，转凡夫观念，正性需要无念。心中若有无念2字，仍是有念，
念之念亦无。起心动念时，除去分别心，依佛之方法，向内思维，此谓念无念，念佛亦然，久久相应，尽是觉着实其故是何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一住于净则心不清净，须依无所谓方可。何故处处言不住？不得修行即有境界，不是不要境界，境方能起修，方能下手。二本经说不住六尘，而净土三经全说六，看似相反，实则相同，且正可见净土境界之高，两极六尘，即不住空，由此而脱离五浊之六尘，即不住有法至心，不众相符而众转移，使众生心转向佛离五浊之六尘。二边布着之下手方法，即在此四将至极确境。语在讲义卷2 93页第2行16欲于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，可思量不？世尊，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为上下虚空，可思也。一不也，含有为否之意，不完全作否定。二佛说经，随举依法，皆该十方，盖佛法边心。十方可假名应法可得，所以不可住。四一切法皆是同体，在性体上原是一个。若领会得，方知心佛众生三无差，皆在法界念因果分然，而不爱同一性空。此显虚空虽无相，而不具诸相发挥之力。实悉法何须菩提？菩萨无诸相不，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。依虚空无相，不爱诸相发挥。正次不施不住相，不住相不施。正次虚空不可思量，此有而不有，空而不空，方是为尘合觉。二善男女发菩提心，故教以不住相不施。此处教之用功，能无一之谓尽方可。18节是正住须菩提，菩萨但应高住。一归结道无住乃是正住，正指应无所住。又答应云何教之？二边不住去修行，本以不住为主，否则非大乘佛法。二相符即不住，两事即一事。修行下手，即是一舍，即破我执，究竟舍，我执方破尽。三等
尚有一分法执未破，必至佛果，方究竟舍。佛法自无住无量无边，方是阿多罗三藐三菩提。19更于所以问答是于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故？亦若谓汝等众生能就身相见汝之本性耶？二复来所说之理，再说于其所以然。上文所说种种道最要紧者，即反复沉于不住于相，而今归结道可以身见如三不住于相，要在正性也。实相即着有，即着是一切凡夫通病，小乘与凡夫相犯，了指身相识，正得天空，而了生死出三界，然又得一定体有须知相知虚妄即可，如又执着空，即堕于断灭。性与相是不异，相即性之表现，性即相之根本。要人行，原为度众生，若着空无为，如何能度？要二边不住，必不住有，不住空，方能称性。万论无非说于此理，发挥此理，六此处身相，诸佛大士相身其意则可遍摄一切法相。20达双于度也。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，一度也。世尊之不否，不可作否决解。既答不可，复说可以，故是双语。二不可以相作性，就身相见如来，然相由得以身相见如来，显示性相无碍，相不障性，一是成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，一性即相用容非离性亦无相，但看执着不执着，这相即为障碍，不得见性，不执着，即不落二边，盘惹，全在于此。需要关照，仔细用功。二曰相说是性，说当体即空，相忘性真，故说不可。性能如何必故云得见如来？二阐义应取于性本非相，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依凡所有相，虚妄于身，亦含一切现象。人物事乃至虚空也。二即之虚妄，不可持求，不可住着，回光返照，从复归性堕入轮回。二三于即相，见性若见诸相非相，
则见如戒相虚彻虚妄，则相不障性，即见如来。何必灭相？即相可以见性，由今之于气也。相实不可断灭，于本性现也。二不执着，即不为相所转，且相反为所转的着。诸法相生烦恼，修行人厌恶是法；诸非法相生可执可厌恶。三无人用功，须先观照，久久方最后能照见。四用功最要是做观，做观即是改变法，不见思皆不离执着，即是错误。五无人终日所闻歌声人声种种喧扰声，然此时非车声人声种种喧扰声，乃无体即空，则空有不着，乃是般若波罗蜜多声。六字经经文，乃至一切大乘经，无论何句，皆可不离这，则受用无穷。七读经，是经转我；做观，则未转经；经转我，则以经转移凡情；我转经，八股得说，但求希望，莫更密真。若一密真，即成为妄，必妄心纷纷除，真心纷纷现，就无一想法。真心用，实但不着相，则色即是空，相即是性，性相圆融，无碍自在。二四生信简是根基问须菩提言：至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是指上文所说道理，实信是能了解如是言说之真实义。二世尊所说甚深甚深，一切众生闻者真实不多，必上根利智也。二五达简能信知机佛告须菩提：莫作是说，如来灭后500岁，有持戒修复章句，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，一莫作是说。大众实信，即如是后500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其他即不能。二为实，焉能于此经道理通？全是以此为实，不可轻视众生。三莫作是，正对弘扬大乘佛法之人而言，要竭力弘扬般若法门，则是修福之根基。从实践上用功，何虑闻者不生实信？五如来灭后，正法1000年，出500年，解脱坚固，坚固，相法1000年，出500年，多闻坚固，复500年，塔
四坚固，末法万年，初500年，斗争坚固。本今后500岁，正至此时，六凡夫能持，方能离外染。如不持戒，则心不清净，不能处，不能做官，如何能生盘惹？则持戒修福基本条件，七持戒必少欲知足，修福必信因，不住于香，则持戒者罪疑；不入断灭香者罪能持修福知财，以财法无畏施之于人，正是修盘惹及在持戒修福下手。9. 诸恶莫作，是持戒；众善奉行，是修福。谨小慎微，放下一切，是佛所见之，必蒙佛加倍。实学佛者，定须行住坐卧，一切穿宝，一如念持，无所有，专精不杂，则得弥陀加倍，成就三昧。应学渔夫渔父之坚定信心。26是复根之后当知是人一佛，二佛3、4、5佛而种善根，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文。正于持戒修福者，以聚集常识之修习，是诸善合成之根，真是难能可贵。而今在有后之500岁至于众寿之无争，于是无求，少欲知足，有持戒之资格，更宜用功，在求坚固，种得善根，当结善果，又有诸佛加倍，何不自勉？三劝人学佛，一定要劝他持戒修福，更要劝于盘惹，从复修学净土，求生西方。须知盘惹与净土关系至深，复生西不是为自乐，原为度众生，方与弥陀本愿相合，未满大愿，可证信故。盘惹与净土，一非有往，就盘文书智者勇于诸大事，所以皆发愿往生者也。5持戒修福，极不容易。往昔以亲近成事无量诸佛，但众善可见欲成就盘惹法门，必须亲近弥陀，持香盘惹前。永于禅师云：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但得6学盘惹者，须复修念佛法门；修净土者，亦须复修盘惹法门。观无量寿佛经于第1义，正是盘惹皆于正句，并信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一文是章句，是指定持戒修福之人，以
其能依此说奉行也。二尽信，正指实信，亦即实相。尽信，有镜面相继者，有不能镜面相继者，乃至包括许多功夫不同之人。三文术大士云：一切法不可见，若非真实用功，尽信不能得生。四一面相应，即镜面相继之根。镜面相继，即从一面相应而来，相信事理因果，种种深解不同。二八是显其故，正是何以故？是诸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相正面生信得福之故。何以能生净信？何以能得福？须是除却分别心方可。二分别妄想既除，无复我人众生，是指各个修功不同之大众。三四相空，以我实空，非法即是无，即是空，亦无非法，是空亦空，又名具空。古人称为穷空到底。故四有具心动念而来的细直。五是人分别我执已除，贪吃虽未去尽，已经很薄，还需再加工。六但见诸相即的有，见即的空，相非相，即二边双融，即无相无不相，得见时，故云得见如来。见如来，故得如是无量福德。其欲落空边将法以辅助，脚踏实地，躬行实践，法相非法相皆不的，是用功之要诀。二九凡显何以故？是诸众生得谓的我人众生寿者，若取法相，即的我人寿者，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的我人众生寿者，等相我执，无法执空也，无非法相，并空亦空，是名三空。由见三空，从此精进，镜面相继，辩证定法，故曰得无量福德。此即是理一心不乱境界。二此节经文，从反面显其必应三空之故，以明丝毫的相，便是业心，便非清净自性，便是逐妄明确真性体或造业困夫。三广修六度万行，而心中若无其事，暂宁寂不为所动，此即是不取法相的真实义。如此而行亦不的法，亦不的非法，二边不的，即名中道。论有言，宁可的有如虚拟山，不可的空如芥子许，此名别。
三指节显中道，以双离结成事故，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以下手方法，先令二边不取，见能空相精进。二由是而信而解而行，至于究竟，亦不过度的。三一引伐欲显，亦以是义故。如来常说，汝等比丘之德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依法欲是如来常说之法，以传法缘为过度，既度得舍，比喻佛法为度生度。此是佛法可用不可执之意。阿含经中，佛为弟子等常说者也。二此节经文，意蕴深微，不所说是法不需要了，则是。而今为出发大心者说，乃是令于正需要时，舍法是也。三正须时舍法，法无法，法将何以度？这不与常说相反了吗？乃又言，彼非法，究竟有法乎？无法乎？未度者，需要法要法。请看经说。无复我相，亦无非法相，是说的无相。29节经说，若心取相，若取非法相，是说取相节之故，法不应取非法，乃是法与非法。一并不取，不只是不取相，此即与前二节大大不同的所在。无所谓无者，乃是令人不取，并非无法无取六度等法修行，而心无其相，然后学人才于天空天有，才有正确的下手处。六当之第一义中，法非己敢断乎？盘惹正宗是无助，而两边不取，此便是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即经所谓的无上菩提法也。其语理中真义，唯在至诚恭敬的读熟了，常常关照其一段或关照即是思维，然此思维必须尽离一切妄想杂念，诚心静虑，一心专注，不在文字上生解，神观上便是不取非法，这就是修定。8久而久之，忽于一念不生时，性光发现，经中真实道理，然永思维是才领悟，即是得有受用时，读经要这样读法，定会二学，便同时修了。就总之，说无说舍，但未破执，非舍其法。三执既离，则在
三空其朗，三障全消，生死灭，两皆物，实舍法，是舍其的有之病，舍非法，是舍之病。病除，则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便是佛此之谓，皆令入无余灭而灭度之。11无论修何法，中经且32问答举如来果得问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如来有所说法耶？依此节经文是说明如何两边以及两边于一致。二于意云何四字，浅说是试探听者于程度，深说是指示我等读经莫错会佛意，要深深体会，方是见。三如来是法身，是性德，且有所得多。三以法不可直视于无定法须菩提言，如我解佛说有定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。依此所答亦所问，实得极圆极妙，应当学。二亦为佛问得有，而我今尚未成佛，那知道，故今依佛向来所说之意略解之，当不致大错。三无上菩提是自性本具之实相谈，如此众生因障而不显，障无一定，则除障之法，那有一定，除障之法无定，则佛说法当然亦无有定法可说。双非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。一双非者，即非法，即双者，未皆非也。长老此数言，圆妙之极。二观佛自言，我说法穷劫不尽，何况我等凡夫，从多方面去领会耶？三如来所说之法，即无上觉、净觉即无念。经云：离微细念，照见心性于究竟觉。可见究竟觉即无念，无念如何可取呢？我们若无上可证，是错了，故云非法。若只为没有无上，那也错了，故云非非法。如来所说的自，是指一切法，法与非法，皆不可取。一切僧及诸菩萨等，就性上说，皆是依真法界之说本性流出。我们要证自性，须先离心原相，如何可取？又要离言说相，如何可说？六离言说相，
正是言语断，心缘相，正是心行处灭，无人在因的修行。一先应离一切分别执着，三无引一切无为正所以者何？一切贤圣以无为有差，所以者何？即指出为何两边皆要非之所以然。一切贤圣双二净清净心，原来具足，无道作相。经云：无修无证，即指此而言。三必须生灭心灭，自性清极前。至于修行下手功夫，即是非法非非法。四世尊所说法，无浅非深，无深非浅，不教大心初学者，即从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上用功，我实深法。五如来依此法成如来，一切贤圣皆依此法而成，则知我等非如此生净信心，以此为实不可也。六此节经文，修行之总纲领。三六孝圣不知福多举世设问须菩提于若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不知，世人所得福德，名为多不。一孝是比较，圣是殊胜，福与智慧，孝圣多次，每次必加省，愈孝愈胜，乃就修持功行愈胜，福德愈多也。须智慧应双修，即是要人悲智具足，智即慧，悲本经所说福德，皆由大悲心而发，并非令人求人福德故要，而智慧尤要，故满3000大千世界之度，即是救度众生，不可不住香，不可不行不知，不是悉达普贤甚多。世尊，何以故？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。是故如来说福德多，一答一深长，不下至于甚多之所以然。二本经是于集，非之句很多，此乃特举出性字，使人了解以后凡说，即非性也。凡说是名，皆只是相言，三就上言，一切不可说。说福德多，是就是相言，自性是了。亦未有如来之性，方有福德可说。若无性，则有何福德可言？五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，不是福德，实则只是我们不可的相。是故如来说福德多，
是说，有事性方有事相，教我们会相归性。多胜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为非服一结经文，若以为读诵金刚经，其福德即胜过大梵天王，那就是很大的误会。实则应注意受持二字，是人能受福德方能胜过于彼。二受是领纳，是指真能领会经义，而得受用者比解自更进一层，言福一刻不放松之意，比受自又进一。他人说是利他，其次即指受持未说之福，超过前说作布施之人，且指财施是福德相，能受持修慧，又能法施修福，福慧双修悲智具，乃是福德性，故能胜彼。三九是成精功何以故？一切诸佛及诸佛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出依佛说一切法，般若尽释。本经由是般若见，读此经，无意读大般若经，且无意读三藏12部经。此经所说即无上正等之法，故云一切诸佛及诸佛无法，皆经出。二本经处处教人不住香，就是要人正信。可见此经所说皆是自性，三皆从此经出。一说性体而出，故教人不可住香，连性自亦不可执着。四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，是指点学佛，从四十离心菩提。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依前言一切佛罗三法云相上说佛于法，即非就性上说佛于法。二上来则是无助以生信，一颗开口便令广度众生成佛，是开是无人应无助我人等相。又说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法相也。又说于一切法无助而行布施等法，是应无助非不住于相。四字总结之。三所以应无助者，相服其妄心也。妄心非他，分别执着之谓耳。妄耶自若能不住法非法相，便见真性。此所以但言将不言住，而降伏即是正住也。五此中独服信，般若此因正智慧，而会从定生，定由戒，必应持戒，持戒则少欲知足，修福必深信因果，生信道之门。
佛所说法，本来皆不可取，皆不可说，故取法说法，取非法说非法，皆非也。于得意见为念相符，以一念相应，是净念相继之根也。其佛虽成佛，终不自以为有少法可备，无少法可备者，不自以为成佛所。彻指彻中，一以贯之曰：无助，而已矣。应该国害，果彻因缘。如是如是。金刚经讲义结要学。四一推阐无助，以开解曰国广于泛论四果于出果离相虚图。酸能作是念，我得虚陀还果不？虚徒其言，不也。世尊，何以故？虚陀还于为入流，而无所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虚陀还。一出果断尽翻之无我，二还流根尘相对，于为六入，所以相入者，实为分别故。今曰不入，于其能空行时矣。虽与入而实无所入。三故曰：是名虚陀还。于假名也名相也。下士于具皆此一四二名二果离相虚菩提。于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，我得斯陀含果不？虚菩提言，不也。世尊，一往来而实无往来，是名斯陀含。一出果尽断欲界思或上上乃至中下，共六品，正二果，上余下三品或二果，先上一来断之，故称一往来。然其心中实无往来之相。四三于三果离相虚菩提。于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得不也。世尊，何以故？阿那含于为不来，而实无来，是故名阿那含。一阿那含，此云不来。二果尽断三品，或尽即居色界四禅天，不来人间，故不来离心，实无所谓来。二因其来意已无，故能不来。不来。四名四果离相虚菩提。于意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不？虚菩提言，不也。世尊，何如？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一阿罗汉，此云无生果于其实，并无不
生死从此了矣，故称无生。然其心中实并法亦无知，因其无法，则生灭心息，故曰无生，亦假于无生耳。二阿罗汉一云：杀贼、杀凡的义。又云：应公，以一切漏尽，当受人天供益。五师资正成曰：当机无德，正引佛说世尊。佛说我得无谄媚，最为第一。尽一切平等，犹不自是，故能无正。二无正，则不恼他，亦在守护他心，令不生恼。修此三昧，一大慈，三昧，此云正受，亦曰正定。苦乐忧喜舍，云正受，一切不受，则不动，是谓正定。自然此三昧之所以成者，则由于非耳。吾虽得无正三昧，而不存有所得心，是自忘其在定矣。此谓离三昧障，乃真得无正真得三昧，故称地正。六，不但于一切人中最为第一，即以阿罗汉之离欲言，称第一也。四六尘离相我不作是念，我是离欲阿罗汉。四凡显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。是说须菩提是恶阿兰那行者，依阿罗汉道，即为离欲。定亦云无事，心无事相，相近于外，心息于内，内外俱寂，无实不尽也。即无正三昧之别于阿兰那心之与行契合无间，即正得之意。三凡夫所以体念无他，未能忘情于能得所得耳。能得是我相，心相，我不生相，迟迟不断是受者相。作一个念，则四具足。四不施者若存有所施，罪亦至得亦满，故发大心万。四八正于以须菩提时无所行，而于须菩提是那行，一必得而无其所得，乃谓真得。若有所得，便谓二必行而无其所行，乃谓正行。若有所行，三云何无其所得？无其所行，不作念是也，不住时。四九曰往因无得正佛告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即在燃灯佛所，于法有所得度。世尊，如来在燃灯佛往菩萨道出正八个时之事，望佛果则为因地，望人则为地。二八个正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即是真如实是达无爱不退之意。
即理智相与，人可应持也。三于法之法，亦道之曰无生法忍说，即是四闻法住相心中，一辩证无生。若有一所得之无生法在，仍然是生灭心，尚能谓证无生法乎？故知虽得无生，而于此法所得也。五法住相，便不能成佛。发心修道成者，若岂能成菩萨？又岂是菩萨行？六云何心能不生？当无正生之为一入手方法。50曰因详现，曰因心正显先，黏土不住须菩提。于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不也，是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则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一菩萨修因时，六度万行，一一躬行，回向净土，为此功佛净是二须知。庄严佛净土，净自最要紧，土云何净？由心净耳，既须心净，所以庄严不能者若心变庄严，应不取的不断灭，则非于其不取的相，是于其非断灭相，四性必现相，性相从来不相从性生，仍应会归于性也。五则非是两句，即开念佛法要也，则非于自性清于妄须知于好以除妄念。六念佛必应念，是无念而念，妄尽晴空，一心清净，是谓一心不乱。心净即佛土净以一显成发无住心，是故须菩提。诸菩萨摩诃萨一生其不应，为出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依此节经文是结束前文，为自开口说至此处，千言万语之典经节学处，一甚深。二是故承上启下之词，不但上承一大段，直至仅语开经处，总是呼应一切无住。最后更就菩萨修六度时，于庄严佛土亦无所住，则非具不住法相，是名具不住非法相。三上来所说，皆是为生心不生心作章本，亦即为发菩提心者，只是四应者决定之词，无论小乘大乘，果位之发大心者，决定亦当无住，非此不可。五生心比发心一身清净心即是本
障，但能依法修行，清净本性依然现前。六凡发无上正等觉心之人，应令清净本性现前，生清净心。言下有回头是岸意，提醒人也深疑，多疑无意说明发菩提心之所以然。何谓发菩提心？曰：一心清净而已矣。当知人心为微，道心不至，世间并不的八觉照即是在起心动念处，微密用功，为切实发大悲心，广修六度，利益众生，成解慧增益，增长戒定。下联老敬语教人戒念戒息，此意九活或拖地，无香无不香。经云不住色等，又云生心，以是发菩提心者，不应住于尘香，心如死水也。实清净心是真心，住尘攀缘心，降心生来颠倒。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及外道等，皆有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，无始生死根本，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，二者无始菩提灭缘清净体，则汝今者实经诸元素实住之心事实，因其攀缘，名之曰妄，而此妄心原是真心之所变现，云何变？由其不达一真法我故也。12无所住，含有不执着亦不断灭二义，因其而自指菩提六度等，如是得所发修行六度之心，方谓菩提心，以其与自性清净心相应故。13不应取非法，两句贯彻全经，此中之清净心，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，又是两句之点经处，应无所住，不应取法也。法也。14但清净不生心，便是死水。佛法所不许清净要在生心中显现。15生者缘而住而住，任运而生者法而显现，生而实无所生。果能如是，则法都显无住生心。物莫非含惹实学佛，必须依教奉行，教义幽深，必应得其纲要所在，不应生心应住未出法生
生心。无论修何法，行住坐卧，不离这个，才有入处。而自性清净心，才能透露出些消息，把成就之梯也。五二正以报身不住须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？是身为大部。世尊，佛身亦有人，只发大道心之人，大心为因，大身为果，多劫勤修六度万行，福慧双眼满，方能证得。所谓无边相好身也。二无论果因地与非，皆不可取。若于此里少有位于，则修因时，便于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，不能生气。此佛举三非身，有二义。一曰正果，所正乃心之体，非此报身之相，则非身，只报。二曰正果，即是法身体，法身周沙界，其大便入微尘，其小无内，无形相，无数量，云真无诸数，亦非身，则非身，指法身言。四不立的有，不立的无，然后修因时，便能不取我相，不住令净心功显福得圣隐和沙欲须菩提，如河中所有沙数，是沙等河于意云河，是诸河沙，名为多部。须菩提言：世尊，但诸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？五父老师复须菩提，我今直言告汝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满而合入三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？须菩提言：甚多。世尊，依直言告汝，说在此而意在下文。实多于是真实语，不可不信。二河无量，沙无边，皆有为法之极大福德，作一比例，以显持说之无为福德。五显持经圣佛告须菩提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此经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言福，一四句偈等，即言持说极少之经，上福德胜前，则持说全经，其福更胜，不待言矣。二受持五说是菩萨行，故福德极大也。三不施之离相，福慧双修，又能深信因果，信心清净，
少时念经苦，则能了生死，出三界，永脱轮回。佛殊胜无义，不及法师具含多义。一、财师，师授未必有志，法师非有志不能施，亦非有志不能受之。受只得眼前小益，法师施受皆得大福。三、财师但一人身运，法师得一人慧运。四、财双夫轮，法师双方可了生死。六、财师双方受用有尽，法师双方受用无穷。七、财得所益小，法师小师可得大益。五、菩萨受众生财师不可无，但宗旨在行法师，不以财师为究竟。金刚盘热，直指本性，若能见性，便可成佛。体但自己了生死，令众生了生死而已，只可度无量无边众，皆令成佛。少闻佛众，莫过此经。五六显圣于随说祖父嗣，须菩提，随说是经，乃至四季等，此处世间我供养，如佛法妙，依随者随缘不限定之意，如随人随机随时随处随众随文。二、此处只说经之处，经之人可知矣，言处必兼言人也。三、说者不可着相，远离名利，恭敬供养；闻者不可不存恭敬，尊重故，不忘所自故。四大盘惹经云：地是美于善法堂，边众说盘惹波罗蜜法，有时不在，天众若来，亦作力养而去。此即诸天尊依佛说，恭敬说经处之是法。供养者，如普贤大士所说，如说修行利益众生摄众生不离菩提心等是也。六、说经即是道场，便与法庙一般无二，故皆应供养也。七、法华云：能为一人说法经，乃至一句，是人得为如来佛前，行如来事，华然。一切经皆然。80香，佛之法身也。古经故如佛法庙，法庙必供佛像，必有经法，有僧众，故一言法庙，即是住持三宝所居之处，就说我宣，便同真佛在此说此大法。少闻佛众，便是住持三宝，故曰如佛法庙，皆应供养。实虽说爱人众人
非法说法，法说非法，妄谈谈热，误法误人，其罪业之大，亦不可言喻。此又说经者，应精精自审，不可少乎者也。吾期于尽持福，正于尽人尽，奉言受众者，能领纳修持，方谓真能读诵。以经亦无尽，时时读诵，时时有误处，熏习不断，增长定慧，受持之日益进步。二若非尽受尽持，岂能头头是道说也？三如来之意，实欲人人既能受持，又能说。世尊说此经法，实望人人成就，而成就必须二力圆满方可。五八正于所以曰成就正显须菩提。上帝亚一对上帝一稀有之法，即阿波罗三藐三菩提法也。弥陀经云：释迦牟尼能为甚难稀有之事，能于五浊恶世得阿菩提，甚难稀有，即第一稀有也。二之是福慧双修，自他两度，便得直趋宝所，便知其福德远胜于已充满无量无边大千世界之七宝布施者。吾九曰熏习结成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未有佛尊重。本有路径之意，典轨则之意。本经所说，皆是发菩提心者不易之正轨，共尊之觉路。故此所在真世界贤莫不在此。二若尊重弟子，是统为一切贤圣菩萨罗汉，尽摄在内，不必分别专职也。总于此在处不会在人人尊而已。三又为劝人供养此经读诵受持此经广为人人说此经也，则持说者便是亲近之事。四须知此经专于实相，直指本心，受持之者果能直下承当，依经体观，则生福灭罪，尽证菩提，功德何可称量。六十请示于持，请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经何奉？尔时领会便当行持，不容稍懈。所谓解持即是行持，是也。二他经请问经语，多说在全部之末，今在中间，何故？须知此经后半部之意，是从半部开出，其意前半部中已有，不过说之未详耳。若非问说了前半部，便可终止。三故此经语虽复说在中间，仍与他经无别，请示持法，以便大众遵依。故人
字形，弘是弘扬，只劝他。五请问经语，即是请求开示总持之法。六信解行三，不能定说无次第，人必具有信心，而后言求佛法，必于得佛法真实之意，而后方知真实修行。此有次第7课。若无功行，则障身慧浅，绝不能深解；若无解行，信义不真。由是言之，信解行定要同时并进，有前之可。八有无端而能信佛，一闻便得明了。亦有于佛法一毫不迷，而能发心精进，勇猛修行者，此皆复是本有功行。今虽尔发现，非偶然也，就必须真实如法做到。是曰行，真实见到佛理，使迷为解。真实三宝，凡亲眼见得、亲身做到之事，则谓之实解行做到究竟。名曰究竟正德。经云清则是可解行正，实际为一事，此之谓平等。即此四字，便可悟。由平等见差别，由差别见平等。之理一是彰显现实，唯一清净，并信心二字，亦无痕。究竟如二若随念依法，皆能穷其究竟，归于平等。是之佛法，无浅非深，深亦可浅，实无浅深次第可说的题。而曰则非也，然为接引众生，以导进步，又不能不假设依浅深次第，以及种种庄严之事不可断灭其相，而曰是名也。13无有定法，四字通贯一切，会得此意，知道见得少许，活泼脱地，于身意去，自实相反，机正15相即性体之用，有体必有用，性相依如，相合可灭，则知欲见本性，必应离于觉相，破其我见，我见不除，便生分别心，而体念即的相异。16我见是无始病根，必应依佛所说法，观内心，以为持戒、忏悔、布施等，求消业障，开发本智，令信心增长，解行成就，实期体会一念心性，与诸众体，且体本空寂，然后感应神速，成
成就自缢18，为人兄而得自在，亦知谨言慎行，不错因果，而无挂碍矣。19时死亦以处事，则知万事皆空，任他风。亦知人情世态，分切往复，安危苦乐，随遇而安。20时死亦以当大任做大事，以不得相顾，至来不为调头是道，是出是法，一切尽摄，事事奉持，时时皆修，代代受用，处处皆是佛法也。六是运之菩提，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。62是持经之法以是名字，汝当奉持，依此是令人，顾名思义。所以即当断除我见，则烦恼障除，而业障报障，亦随之而皆除矣。三障消除，则法报应。三身缘起，二必须将不住六尘生心，放在心中，时时躺住的，便当机立断，坚持不懈，至诚恳切，求三宝哀怜摄受，放光加倍，助我之力，念佛力，未在。三无人修行，必须于一切染缘。所谓六尘者，依此经能断奉持二义，当机立断，坚持不懈，相受即之可往生，进灯不退，不难也。六三相于所以，总标所以者何？依所以者何四字，标此使人注意也。下四六是修持之法，皆是说明，以是名字，汝当奉持之所以然。二此一句中含有三义：一、如何而断？何断起？三、因何须断？三、如何而断者？断我见也。我见是妄想之别名，妄想缘之所别。破开解而已，断我见，并无别法，唯在彻底明理，亦即彻底开解，而见到宇宙人生之事实真相。五众生处处执着，尤其不知四大五蕴，以及一切法皆是。云何可执？执之何益？六若能于一切法不执，则我见自化，此真破见破之金刚也。故曰：以奉持断其应知其则非，而离离子相，知其无所说，而离言说相。大千世界，
为佛教化之境；32相，为佛所现之身，皆不可执，其余可知矣。八自己所依报正，以为照。9. 因何须断？倘不如是观照，断除我见，便不能于心见性。六四别详智慧归性体是应离子相持须菩提。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则非般若波罗蜜，令离相，所以会性也。成佛由于修般若，修般若则非般若也，是修般若而未离迷，足之凡夫也。2. 佛之一称，乃性相之迷，非同如来，但属性德之称。今曰佛说者，乃指则非热，即以离迷子也。迷其虽不坏相，仍应会归于性。三般若无上之法，上应离迷子相，何况其他一切法？取法相，以修持一切法，则法莫非般若，乃波罗蜜。65是应离言说相持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有所说法不？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无所说法否？亦谓心中存有所说之般若波罗蜜法相。二如来是性德之称，性体空寂，岂有所说之法相耶？不曰。佛说，而曰如来说，亦在于此。说者，无其所说也，非谓无说，无所行，无等自性，名为如来。如来即是正德平等性体，理智一如，能所一如。五如来所说，皆是真如自性中自在流无为体心动念，虽终日说是然说沙说尘说，实无相耶？故曰如来无所说。六须知词量结经文义趣，世尊实令奉持者离念也。念不离，则名言之相中不能离。体性论云：若离心念，则无一切境界之相。又云：言说相，离迷子相，离心缘相，毕竟平等，一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八离心缘相，即是离念一是起心动念，心若动念，必有所攀缘，便落于迷子相矣。九体性论又云：当知然法净法，皆悉相待自相，是从非心，非是非实，非有非无，毕竟不可生。而有言说者，当知如来善巧方便，假以言说众生，其旨趣者，皆
皆为离念，归于真如，念一令生灭，不入实之故。此结论文，正此处之也。实非实非有非无，此三句总为一切诸法不过彼此对待相形，虽似有而实无，当体皆空，实一之盘热，亦是与彼诸法相形，于为盘热耳。安我实与自相12前云于了无有定法，是亲我见之缘，即攀缘妄想，是结我见之流。13一切众生，从不达实法界理事，唯一真如，同体平等，念念未曾离念，谓之无始无余。14今欲返本还原根本，已断难哉！未说门令其此为顺得入。15起信论云：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，于为真如。问曰：若如是意，诸众生等顺而入，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，虽念无有能念可念，是于随顺。若离于念，实法而法从心生，因诸法一如，故不可说真心无念，故不可念，于为真如也。17念是业时净体，并无是事，此于非业时分动，而性净自若。本自清净。18当知念之谓物，当处起，当处灭，刹那不停，并在前念灭，后念又起，并无实物，由之空花，幻有无实，故曰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19归元无二路，便有多门，念佛依法，犹未断念方便之方便，不念他佛，亦是转换一个念头，而念佛更是做官亲切，盖可说是智念，念佛则是净念，换一个清净念，至向来染着之念，依心念之，又是以纯一之念，是断之。佛是无量觉，念念是佛，即念念是觉，觉者觉其本性本来无念也，故曰更亲切。念佛功道念恩，愿真让你接引往生，便同阿拔智，即是原初住地位，如修他法，至此地位，须经久远结束，今一生办其为方便之方便，更何待言？21我等信闻此法托必失，然行愿真切，必
须一心在念佛求生上，谓之真切。22所以念佛人，于断念一层，众谓曰：不色生心，务必要做到念佛真实功夫，真实受用。如是23妄想是众生无始来之病根，万不可强制，如其强制，反伤元气。因妄想是本心之作用，过错所以成病。只要依照佛法，将其转换过来，至念或净念上，久久自然无念，便是平等性质。妙观曰：断其病，非除其法，断妄归真，便恍然大觉，了达万法一如，本是一真法界，本无人我差别，则万念冰消，独大之是修学门径，首先要于六尘等境，为虚无实，不所迷，知一切法为心，心外无法。此是浅荡尘之方便见，乃能胸无点尘，则慧光开矣。纵有念头微薄，能断二是之今已是女子凤池，女子是金刚盘惹，故此经所于意趣，皆是开启金刚智也。离女子离言说，离心原离是也。离念即是断无余，无余分断，法身份分正，别菩萨，复用此法断最后一分级，系无余而成佛果17种。而言之，此两节经旨，即是先驱了彻无有定法以清。此是智慧，更须破除攀缘心相，以截断妄念之此做观佛乃能断之方便。28奉持，即是念念不忘佛说，念念不为如来，即是一心念佛也。求生净土，净缘坏了，只需于意云何？3000大千世界所有微尘，是为多不？须菩提言，甚多。世尊，依凡一切法差别之相，就其差别，安立女子，相是幻有余是余。老子云：余可余，非常余。二体不体，逐目离相忘体，故不应着也。离与不着，乍看似同，细审不同，各不相涉曰：离于显用时而不我复，是谓不着。三修行人先应正体，体于相用，中应会归于体，故又不可着相也。四体会得但是尘多，
见之。大千世界，有即非有，一正二道，自不知。六七正是度着微细相趋菩提。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，尘以前亦更近，不但世界，并且微尘非微尘，微尘亦是假象假名。二能言云：汝观德性，出为大地，是临虚尘。此是教小乘人悉空观也。大乘人为就性观察，知无论大相小相，皆是缘生幻有，当下即空三本体，故曰非，不无幻相，故曰是名。不着来说界，是名世界。一之微尘非微尘，则世界非世界，不言可知也。二合此二节经文观之，是令修持般若得众境界，大相小相，皆应不坏不着。六九是不相持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32相见如来不尊。故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，是名32相。依如来性体显现应身之相，教化大千世界，为众死宝令回。相反着一切，而自见本性耳。众生自性与佛同体，所谓一真法界是也。二若能自见本性，便是得见如来，者于所见何能谓之见如来也？32相，亦是缘生，当体即空，有即非有，故曰即是非相，是名12相。32相80种好，是应化身所现，真则不止此数。所谓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也。三相两节，合而观之，妙义无穷。果能于此悉心体会，可于般若要旨，焕然动然也。下明其意曰：一尘之取的不清净，心不净则土不净，岂能了生死出轮回？应身是法身如来所现之相，为众说法，欲令众生本。倘众生取的此应身之相，便不能见性矣。七曰：世界所30尊多劫熏成，此二皆不外因果，因果即是缘会，缘生故是幻有，幻有故是假名，有因